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打工仔保險軍團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一條方程式：醫療加儲蓄等於終身醫療保障。醫療對退休生活嚟講係非常之重要，因為當人老咗，入院嘅風險都會大咗。有咗醫療保險，就唔需要擔心入院嘅費用。準備退休嘅你，除咗準備退休後嘅生活費用之外，仲有冇考慮埋退休後嘅醫療保費呢？喺後生嘅時候有收入，醫療保費又相對低嘅時候，我諗唔會有人覺得有問題。但係有冇諗過退休後仲要交幾錢保費呢？原來由65歲退休之後去到100歲，仲要交144萬嘅醫療保費㗎。唔想咁，只要投保儲蓄保險，喺退休嘅時候利用紅利一直去每年幫自己交保費，就可以做到終身嘅醫療保障。我諗冇人可以預計得到入醫院係要使幾多錢。但係醫療保費你係預計得到，咁要儲幾多錢呢？幾時開始準備呢？歡迎 PM 我話你知。覺得我今日條短片嘅資訊係有用嘅話，俾個 like 我啊，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